原來只係得人背棄咗神啫，神係冇離開過人。因為以色列人係神親自所揀選，係屬於佢嘅子民。我哋被分別為聖，我哋要合一，我哋要翻返神嘅約裏邊。唔單止建造重建城牆，唔單止重建聖城，亦都唔單止重建聖殿啊，更加係重建聖民啊。52日可以起好個城牆，但係人嘅生命改變，絕對不是52日就可以解決得到。但你多年寬容他們，又以你嘅靈藉眾先知勸戒他們，他們仍不側耳而聽。所以你將他們交在列邦民族嘅手中，然而因你豐富嘅憐憫，你不全然滅絕他們，也不丟棄他們，因為你是有恩惠有憐憫的神。因這一切我們立確實的約寫在冊上，我們的領袖利未人和祭司都用了印啊，係講緊呢班人願意去立約啊，所以最尾係用印去到做一個 confirm， 做一個肯定，係願意嘅，唔係求其嘅，唔係話得啦，到了時候就會做噶啦，而係我真係立定心志，我應承咗嘅，我就一定會做到底。從任意而行嘅生命，到一個立約同行嘅生命，翻返去你嘅約中，成為你嘅子民，領受你嘅恩典祝福，行喺你嘅心意。奉耶穌嘅名祈禱，阿們。